内面嘅汽车呢，历史嘅演作，汽车呢就得讲系世界最内面嘅宠物，无论点样般嘅环境都做得生存。先生是讲过，因为出现伫地球嘅30年前，汽车嘅老祖先早就伫遐作到，佢脚比当硬当当嘅断毛当敏感，略略嘅感受到唔错响，掩时是做到两脚冇跌梯，入下木就看唔到冲人咧。莫看見細細隻嘅，這是我最驚嘅蟲哦。冬夏天會咗笨呀，我本身容能屁股，電夢中老順後學習長生不老，先鋒感覺到有乜嘅東西對我嘅嘴角所下個，有啲咧兩年，我純屬一杯，咩都一隻硬硬滑滑嘅殼，任時白塊木柱清香咧，阿妹愛，啲我嘅尖跳燈，一隻提起出讓我兩對象，學到我心歡淡準。鸟差一些死來出來啊！我幫出後浪過很多太馬鼓上，按日嚟沙上鬼叫，微微滾做乜嘅喏？阿妹掩時開門落來，我一看到叫聲來咧，實實飆過去，老嘅都是南輕輕，硬硬會叫出聲。器材的，有器材的，順利我嘅沙條子看過去，佢竟用背臉照壁睇法，掩啲拍壁檔嘅器材的。就像一隻作定金那那時，種啲嘅密絲腳排條嘅路線上，啊，冇呢啲嘅眼前沙過去，手板當腳踏出擦得海，啪一聲沙到啲準，唔過睇起擦得未唔輸人，下塊撲住從子彈上對定我哋背過來，啊，我嚇到威望實天，隻腳標上面倉，一下唔記得自家幾件超重嘅體重，前面股啲面倉俾人當個綁條，一下慘咧。唔啲係面倉病踢撲就係我踢睇橋，結果一上面倉病實本係電別體咧，面倉病會本意電立體咧，喺夾夾下來，挑戰八面威風嘅阿妹，你下冇心接受挑戰，不專心來關心。我也就受在難免，因為大個汽車咧嘅車咧係出力變愛嘅強硬度，冇膽嘅我一看到海底係飲能汽車咧嘅一批撲熱，加上飆到半天過，嘣！一上，吹過嘅面倉病全是本來電立一太空，一下阿妹嘅面看起來比汽車的很較定影強咧。啲阿妹嘅學到上中翻上嘅汽車的手帕腳揭，一下就轉落白度嘅水棚透明起來。下後我當定阿妹少年嘅屁股景象，那係汽車的老順後比賽，長生不老，唔啲哪隻會下厲害。棒球國天語演作，天使報道台灣區拿到世界棒球12強冠軍，所有球員聽到南強下又笑又叫。一隻冠軍，台灣等有32年安球咧。頒獎典禮中，中華奧會會過，喺現場看比賽嘅台灣球迷目之藍感天然台上場，看轉播嘅愛未感動到鬼神解馬屁砰砰去。上喺成年嘅世界，我哋總督有一群成年派當行棒球，從下為超人去練習打。見啲啲乃是有棒球比賽嘅轉播，是為超好掉人愛電頭，去阿兩百嘅插貨店強下看轉播。大家看到當日本，心情未會聽人中華區嘅打擊老豐收起起落落。看到中華區打出安打也係全壘打，我哋會歡喜樂天，見靠能風光，四摩天。唔過也係分撇殺得分，大家就會緊張到哀哀節節。我哋平常時打球嘅冇辦撇，唔過到看轉播比賽嘅時節，實變成像專業嘅球片，話到自家當為榮。我哋打球嘅球棒係到賣參數嘅阿菜白土嘅，球係學校先生冇愛嘅名球，數台係我哋用幾種球部支撐強下執出來嘅。球場是係阿明古復順嘅空地，用佢哋轉角做壘包，是好多難唔得咧。有一擺，我哋當地嘅打棒球，呼叫阿王看到我哋嘅球實開始變肉香，球傳到來其實對到來，一下冇注意，阿王小紅起來夾到球是飆落天度去，
我哋為到了每日嘅求我對準來，乃韓國度嘅係人辛苦講嘅天。貴群聲音呢是表落天條都是對阿王，地上富天做世嘅阿福伯，看到我哋貴群求落天都，睇馬鼓上對人，很對人過來，很聾人，跳快長長的，冇人教照係冇，忙地冇對冇暗示。阿王看到大家對來，實在發痛，表上表下就本我哋對。三樣阿福伯對我哋對阿王，撈一副好好嘅天，看到外國做法。今日轉入了後，大家做下是到徐太人準備嘅好了，竹筍炒肉絲是到爆逼逼的。睇你了後，雖然大家時辰各地過得冇強容嘅生活，不過轉種下嘅世界，還係為朝廷強下泡茶錯了，講起我哋嘅又肥又開闊又木質又小上嘅童年，雖然計下我哋冇嘅度冇錢買餅，冇錢買冷搭，冇錢買玩具，不過我哋要當單純嘅快樂，沒有當珍貴嘅童年。幫因鬧嘅蒙面書後備練演作，學校讀嘅籃球長順，仲有兩排當大條嘅蒙面書。當年這到34年，蒙面法開發嘅季節，開到鬧熱漸漸，貴書檔風就是當好看。去啲書下看，風色嘅花層等拍潤，又讓這樣到特定人按咯。下到過路嘅人莎莎就講，哇，實在很正，很浪漫哦。但係萬人講係講，未錢未衰人哦。這樣嘅背後，其實係一場定因為有本人跳那同嘅噩夢。就像人講嘅群犯人很啲傻傻嘅艱苦咩？冷天嘅叫強風，小小棍吹能樹檔嘅入兒繞啊繞定就八跌到桂籃球場黏嘅樹入兒。負責掃籃球場嘅外調，人是受到最多皮橋，場下打造就受到貴姓韓流脈絡，像做乜嘅大條路上。有條樹入兒前咩聲音，用板掃就掃唔離，見擺張掃好，一清風吹來，眼等掃好嘅地方就滿片嘅樹入兒。籃球場鋪一層嘅落葉，像係鋪地毯上。春天來咧，天氣下稍暖掉，木棉花就開始開開。加上羽毛球火紅色嘅花蕊係另外一種風情，實在安樂得。天底下不需就一層盤盤嘅花壇，那係唔是掃。我可能未會欣賞幾條嘅獎，也一類跌下來嘅紅色羽毛球帶來前度麻煩，實在冇格實。撒來發茶咧，天然春天腳步漸行人，面呢就開始天風飄散到櫃體內。這條白色嘅面呢，又係一種新嘅挑戰。佢條飛到空中，係為天然風飛到慢來，飛到難飲地來。大家各條背角就有幾個種隻。所唔睇嘅面呢？個美麗人，仲係女木柱，仲係下秋盆田，實在當定人鬧。半點就感受唔到乃為浪漫。面呢嘅季節過嚟，又開始掃樹葉、掃落花、掃面呢，年度年按樣過。我條家婆蒙面書按定人鬧，佢就講，形容講係講，來鳥定人講。花兒跌下來掉到教室時，凡事就會好冇良好。一年條天，蒙面書帶來冇強容嘅面貌。冷天嘅落葉，春天嘅落花，天然來嘅面呢？所以啲啲蒙面花開嘅季節度，唔但成為欣賞佢嘅獎，咪有啲啲變數嘅歌唱地度，學為耐心到堅持。大擺嘅變數，都係到自然強下生活嘅一種方式。雖然當甜，唔過本係你感受欣賞到生活嘅好老快。幫提手嘅智慧，持續經演奏，也係最尾唱嘅冠亞捲帥，彈到嘣一聲，沙，一二三，先生嘅上手，
天然掀起来，达沙送受较显太落缩，身体向后背弯，手夹下夹顶嘅日头，心跳上向体向蹼能打鼓，顺连日头流下来嘅系政治上会让嘅汗水。冇想到对手因马赛老爱到4年过体操嘅比赛杀输脱，5年嘅心情全下地面呢，上到是出一摆记飞天，大家嘅心肠卜卜跳，顺跳加油嘅同学咪喊到4个嘅人命，先生会爱到心肝停贴跳下台戏，堂姐就是日头，宋娇爱从当菜天内下，每步都稳稳简单让嘅然而总算只转变第3场嘅机会。第3章嘅冲上棒如響，大家簽進通心協力嘅信心，強下喊出沙沙，英二沙，英二沙，一步一步退後，就會一步一步進前，也期望未定愛嘅耳孔順向去。結果咧，如結果去嘅太少，就像一枚鎖過來如鎖過去嘅沙果，可能一枚沙果強強就會中心線天天嘅又挖過來，在個堂度綁一上。世界上點睇1秒鐘淹死歡喜樂天，大家跳到跳起來，鼓上的四面八向向起來。冇唔錯，我哋幫人最美嘅一場比賽，上起了學期學校期盼班級幫體操比賽，認同片度接上看到當到班級的嘅練習。該部嘅線上的體育課教大家認識幫體操嘅基本規則和技巧，當記得線上講，幫體操唔係比馬沙下體力。係比那隻班級下團結，也期望談起來當簡單，為做什麼人改，為到培養大家團結合作嘅精神，特別嘅練習，有同學嘅手把裝起水漂，也有同學嘅舌頭搓到爸爸，我就對到時腳廿天爸爸滾喊。不過，冇應講會放棄，也喺比賽嘅正規方面，係我哋向前進行嘅腳跡，來去體操，我哋學習運用班強下來跳戲。運用班來集中力頭，運用班堅持自家嘅定位，相信隨住兩係後退，係前進，用倒退來完全成功，強心將做得改變趨勢，欠一啥都做唔得。特創幫體操比賽唔單淨係體能嘅素養，還加係志氣和能力嘅考驗。我哋用團結合作寫一場本調嘅篇章，每本嘅學習到向後退一步，都會向前進一大步嘅人生智慧。繞出未來，林前回應講到兩歲，因為上到乜嘅？我上大部分人聽從念書就上到受繞背，對我來講，兩歲唔單強自學，還加強係一種本應寬心歡喜嘅幸福。不管係平學校老朋友買一杯健康健飲健打嘴鼓，又係考試考題老自家鼓勵一下，一杯涼水總做得大半我隻好心情。我最中意嘅涼水係珍珠奶茶。奶茶嗰種濃濃嘅味道，加上鮮壓嘅珍珠，見白色嘅，關於嘅煩惱就會唔見脫。超珍珠嗰種感覺，唔定用班就會本人吃到當滿足。不過，學校嘅健康教育課未接上提醒我哋，一下前到涼水湯粉都當過，假使當你到啉涼水，可能會變到配咗咗的，又含有蛀牙嘅問題，出得對你嘅身體唔好。學校先生還提醒我哋有反駁嘅問題。先生講，你啉一杯涼水歡喜10分鐘，地球可能會花幾十年將做得分解嘅條塑膠杯、封膜、竹竿，尤其當到人都青菜條，最尾可能會本會讓地背嘅動物失咗，係行嚴重到，還會去幾條屍體。唐戀愛將發現，原來你當你啉嘅一杯涼水，未抗定清多問題，所以我不卡開始做一條改變，比如講，我每年還會自家泡茶、打果汁，還會做鮮草加牛奶，新鮮又空間。一下我咪會帶自家嘅環保杯去買涼水，還做得上5個月呢。涼水有冇強壯嘅口味，就像人生強壯，有人中意甜嘅，有人中意酸嘅，有人中意濃濃嘅奶茶，有人中意清香嘅冷泡茶。
就像安尼的人生，没冇可能单强一种美事。有时这系甜嘅，像考试打头名，朋友送你生日礼物；有时这系酸嘅，像老朋友染假；有时这系苦嘅，像考试压力大。因为有了到冇同样嘅美事，人生将有变化，有故事。就像啉日后有滴了苦苦扭扭嘅年茶日后，点到会下珍惜下日后甜甜嘅年谱。生活都冇可能当日都按顺时，也冇可能人日都按快乐。假使安尼年日体会了到酸甜苦辣，咪系安尼心中嘅一部分，两水就得大本人快乐。不过安尼切对好为现在对身体好嘅，对地球友善嘅，还靠爱地准则。人生未强让，唔系追求日度就好，系度度好最好。我系世事中就以念很细嘅爱，最熟悉嘅唔系那件补习班，也系创意班，系闹热渐渐又黏黏年轻味嘅热事。为到本来就好好嘅生活，阿妹你是条伫天然做事，你慢慢就会实实去热事，派他人买二款皮包而夹不了掉。每当热时，个数热事，六鬼热事，那边有人，那边就有阿妹嘅信任。阿妹虽然当日种上种下，不过我唔是堂基很苦过。见我哋眼睛淡定硬，帮人草根上的看未进心，係愛是聲音嘅包容，加上愛長途骨小。阿妹總係私人機改良上興茶來將我下課，改良茶就像一張細型嘅倉庫，啲袂帶到黏黏嘅火爐鐵架。不過阿妹就像變氣術用幾個口手變出一隻細蓬嘅本來草。雖然當尖都冇錯，不過我還係會甜到勁篤久。係講我冇水聽，我就為了阿妹停下課派炭了。當然，有時間我會早日水聽，享受一下本阿妹寫嘅鐵片。炭了派好時，我會拜託阿妹幫我80個元，去買我最好食嘅雞排。肯定去雞排炭嘅時節，會順時順路幾隻熱時感到，大家要認真做生意麼？所以大家都很愛熱時嘅細時裝。兩水炭嘅阿姨會熱手很愛過去。時裝也會進駐能差強一點，買 QQ 兩嘅條價咪會熱情講。阿弟姑也報那一老娘沒窮下事，該世界嘅愛，少年那能是嘅東西，心感到壯年快樂老沙皮，也是未係愛體擺傳授費嘅地方。特別隔壁買向世界嘅條價人少唔啦，就會很愛去聽show落台兒，請盡量做條簡單嘅事條，3點鐘就傳到300個元。對當時很細嘅我來講，就像係錯條將300萬人聽到難唔得。係講條價冇錢愛就留啲阿妹嘅貪人聽show找人客收錢找錢，順下當沙皮嘅等人客按怒愛。記得總係少年講，你出天唔曉視察兒，還有乜嘅唔會嘅。該世界嘅愛，皮控就是巧到雙歐該便宜咧。然是唔但淨係愛是日傳授費嘅地方，還有重要嘅係，該會用喺到阿妹兩子愛快樂嘅回憶。一下睇你了後，特別行路日時，看到一盞一盞嘅天火，一張一張無限出彩嘅信任，總會想起特別嘅團結的，該兩子愛嘅信任，啲日時順來順去嘅細時中，用雙手藏起幾隻屋下嘅阿妹。西瓜下無人，2020年作讀小學嘅時節，當年皮出熱愛都會在去加工屋下聊一兩張年。記得有一擺，阿爸視察經過西瓜田，看到個西瓜一張一張地蘆筍貼到高高，筍條一地排兒下年一張100 Q，阿妹念書講，
後用很便宜，這個貢獻都唔老，就嫌阿爸老差兒停下來，頭一隻睇西瓜帶去加工屋下。多啉阿麼嘞，天時還當炎熱，是爆炸過後，大家將就到幾種電兒佇睇樹下聊聊打嘴鼓，佇坐下老食鋪停手，拿出幾隻睇西瓜切到一念一念，食鋪最色，看香水輕輕會跌下來嘞，就先切一地本事。哇，沙沙甜甜有條性亮。很好食啊！夾夾掉去睇樹下，大家一念是睇又一念是到細嘴綠皮，也是第二空調糖度嗡嗡嘅聲。原來係一隻烏人，爬喺本西瓜嘅甜味下度，就佇順頭背上背下。故事西瓜乃有時間插機，就凊彩用手分量下，上會留佢入走，冇想到過摸一下。飲啲時嘅烏人就背過來嗡嗡嗡嗡，實在很定人腦。因講嘛，未就是普特，天生萬物都有幾個優點老用處，從圈路嘅通膨而為財物，將嘅價格做得本人欣賞，做乜嘅烏人就冇半點好呢？上到車得上，兩隻木主人太馬力，規身又烏索索，是為慢來強慢來多，害人惡力度，廠下談到聽人講，有人病鋪就有人收，白條就問加工。加工條白人都會佇屋下學一條鳥兒來做路處，唔講了烏人最驚乜嘅喏，你來學一隻，安樣就唔驚烏人來作怪咧。阿爸佇順頭談到早日了講，介你學一隻拉好麼？阿未愛哦，莫講笑呐，一隻定人鬧，一隻又定人驚，半徑不兩摸下張。我係是猛講說，介隻烏人又背轉來咧，很欠佇西瓜年。木當當的看電機背啊背啊，最尾天地電條燈，寄回來咧，沙沙沙去報紙對準準，就會打過去。啊，本佢背走咧，係阿爸夾夾來停手，老太咪現嗲嗲來調鬧熱，大家七手八腳，家婆看到少年講，唔是按摩漢，夾夾到西瓜皮咻咻起來，我病得個下烏人真有人啊。係哦，窮肉下烏人。沙沙老西瓜皮變落垃圾袋就讀到身痕，安樣你定人鬧嘅烏人就冇戲好唱咧。芥蘭花種好新顏色，一部嘅韓國社區嘅工人看到芥蘭花有開咧，向每天然風吹過來，拍花旺心是多多路人，將一張一張切開來嘅濕卵，本人停下腳步，天天嘅欣賞。我哭下來，眼皮一淚將跌下來嘅芥蘭花，佢雖然離開樹瓦咧，唔過冇面睇，還係拍攝攝得又跌嚟香味。亞瑞花眼皮就不愛上去。前幾日學校舉辦嘅同福亂活動，今日我就倡導對兩灘北日農場來嘅劉太姐分享乳酸飼養嘅概念。佢表示，假如係肉在濃度，無法度持有行動也係曬熱條，就會變到當緊張3分2就出片，生出來嘅卵自然唔會健康。佢還講，台灣現下盡是乳酸肉嘅芥卵，大體長量上天天。大部分嘅芥卵還係類似結論嘅乳酸飼養，係一種尊重生命嘅育動物方式。呢種活動唔但將本學生兒了解動物嘅福利，也感動到家長。因為嘅阿妹講，原來特隻芥卵背後就有一隻芥媽快樂也係悲傷嘅故事。韓白去市場買芥卵，為韓下記起同福卵，活動當中成日韓用同福卵做卵件。有一個學生講，係講芥嘅微笑，佢生出來嘅卵一定會很下空間。談到呢句話，我知道當感性家庭教育日，我都要教成人安心食東西嘅方式，未教佢哋關心生命嘅方式。我要想起去年學校老求嘅戒指改做生命教育人氣嘅世界，未舉辦過一隻祈福卡嘅活動。有一個學生嘅時候，希望芥媽做得個人幸福嘅生活，短短一句話就表現出成人對生命嘅尊重和祝福。
你真紧就係我哋做生命教育嘅目標，教成人呢對尊重一隻亂開始，了解生命嘅價值，學會溫柔對待世界萬物。就像概論法嘅日升，法可以代表出生，法車就係離別。雖然法落到體內唔過向意很彩，你未強讓，從而日升對你有愛，做咗仁義嘅事。雖然有一日天朝會離開，未會留下本人記得嘅信任。肯定工人滿體內嘅概論法，想到我哋今年為到成人的設計生命教育課程，雖然喺課程當中可能會拄到打擊，不過很合到嘅係感謝，因為我哋有了向意唔單淨係為到自家留順，還有本人記得送法本人受留向嘅用途。